卡美娜非常特別，她能看見人們說出的話語。話語在卡美娜周圍飛旋，它們多麼歡快，為世界增添美麗色彩。看，它們把卡美娜變得多美。她的秀髮在陽光下閃耀，她的雙眼如寶石般閃亮，她從頭到腳都在發光。但是突然間，話語色彩褪去了，與來時一樣迅速。卡美娜試圖讓美麗的話語留下，她張開雙臂，用愛環抱他們，但他們還是漸漸消失了。卡美娜想要那些話語回來，還有他們燦爛的色彩。突然，卡美娜看見了完全不同的話語，刻薄的話語，醜陋的話語，他們熄滅了他眼中的光芒，他們奪走了他髮絲的光澤。